总统赖清德接见欧洲议会民主之盾特别委员会的代表团，伊正感谢欧洲议会对咱的支持，也表示咱台湾即马当咧面对这假消息的攻击，也有中国的侵扰，所以有成立全社会防卫论性委员会，愿意甲欧洲来分享经验。台湾站在世界民主防线的最前沿，我们有决心致力维护全球的民主、和平与繁荣。我们也希望与欧洲分享经验，深化彼此在治安、媒体识读以及社会韧性上面的合作。We strongly believe that we have many things in common and that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aiwan should work more together. We are democracies and will live in a world where autocracies want to weaken and divide democracies. 好在欧洲代表也表示讲呢，即马欧洲的威胁是来自罗西亚。面对这款的局势，台湾甲欧洲之间应该爱加强合作，伊嘛会学习咱台湾全社会防卫论性，而且伊嘛强调讲，在欧洲议会会继续来支持欧盟甲台湾之间的关系。